大家好，相信好多人上咗大學之後都會面對唔少嘅挑戰同煩惱，好多時同學都會想用返大學嘅輔導服務，所以今日我同 Cedars 嘅同事整理咗一啲港大同學對輔導服務嘅疑問，一齊嚟睇下啦。首先，究竟邊啲人先可以見 counselor 呢？有人覺得見輔導員好似係一件好嚴重嘅事，但又係咪真係咁嘅呢？其實所有而家讀緊 HKU 嘅同學都可以見輔導嘅，不論年齡、學科、國籍，只要同學有煩惱，例如情緒困擾、感情煩惱、學業或者揾工嘅壓力等等，都可以揾 Cedars 嘅輔導及心理健康服務，同我哋嘅輔導員傾下偈。咁係咪一定要有轉介先至可以見輔導員呢？唔一定嘅，我哋歡迎學院、大學保健處，即係 UHS 或者係其他機構嘅轉介。不過只要同學覺得有需要，就可以自己直接過嚟揾 Cedars， 我哋嘅輔導員都會盡力去提供協助。Cedars 嘅輔導服務係完全自願性質，所以同學自己決定就得啦。同學另一個疑問係，有心事同朋友傾訴唔係就仲好咩？點解要同輔導員分享自己嘅煩惱呢？朋友嘅支持固然係重要，但係同輔導員傾就可以得到專業嘅協助。Cedars 嘅心理學家同輔導主任都受過專業訓練，會根據同學嘅情況作出評估，提供輔導或者心理治療。佢哋會用科學實證嘅方法去理解同學嘅情緒同面對緊嘅問題，一步一步協助同學更加深入咁認識自己，探索處理困難同情緒嘅方法。原來係咁，所以有時候專業人士嘅意見都係一個好好嘅選項。關於資料保密嘅問題呢，同學可能會擔心我嘅秘密係咪真係安全呢？輔導員會唔會保護我嘅私隱，唔會將我嘅情況透露俾學校、朋友或者屋企人知道呢？一般情況下，如非涉及即時人身安全或者法庭命令，輔導過程係嚴格保密，並且喺安全嘅環境裏面進行。如果同學有疑慮，可以喺會面開始前同輔導員釐清，咁就可以更安心去使用輔導服務啦。大家可以放心，如果喺特別情況下有需要向第三者透露，輔導員都會先同同學商量，或者得到同意先會咁做嘅。咁輔導服務嘅收費又係點嘅呢？如果同學需要定期見輔導員，會唔會負擔唔起㗎？唔使擔心，Cedars 嘅輔導服務係完全免費嘅。至於幾時見幾密，就視乎同學嘅情況同埋需要而定。同學可以同自己嘅輔導員討論見面嘅安排。如果有緊急情況需要即時求助嘅話，同學可以嚟中心同我哋嘅當值輔導員見面。另外，同學亦可以透過電郵、網上登記、打電話或者直接過嚟 Main Building 3樓進行預約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輔導服務嘅詳情，可以上 Cedars 嘅網站了解多啲，嗰度仲有好多關於心理健康嘅資訊㗎。而 Cedars 嘅 YouTube Channel 亦會定期更新資訊俾各位同學，記得 Like、Shar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Cedars 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拜拜。